有请土豆飞大家来上宾。大家好，我是客甜心朱慧君。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今天要做乜嘅啊？今天有人看表演呢。哎呀，阿弟啊，有乜嘅精彩咧？准备好了冇？今天的表演一定都是让大家目不转睛。哎呀，准备好本观众朋友了。真嘅哦，大家来介绍那个评审欣赏。欢迎。五头欣赏，总批处欣赏，金钟奖 DJ 启正 V 欣赏，金钟奖主持人钟怡群欣赏。咁我们就嚟繼續嚟看天主嘅表演，好唔好？好咯，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隻點呢，每隻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係講得到滿分15隻點，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众传鼓励。大哥你好，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曾，我来自平镇。平镇市。咁係客家人。客家人真係客家人啊。你係幾較貴，錯冇？差不多的啦，進口的。
哎呦，好，吹得很好哦。唐官那个评审欣赏有乜该宽泛，好，也邀请我们有多才多艺的去这边欣赏。哦，哎，我讲吹这个。就是肺活量要很好，还有稳定性要很够。鼓手讲那个，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只是乐器好，我觉得那个气很足，而且表演出来是非常享受的，真给导好看。有把这个味道带领到董厨的那种民歌西餐厅的那种怀旧感出来了。尤其是萨克斯风，像中老年过后的这位老师可以多多尝试，我觉得啦，因为有钱又有闲。就可以去学一些才艺。那他救唔到的哈，好老师你讲。中老年人要學。哎呀，哎呀呢！你看他。係專唔適合嘅呀。啊，就唔適合。冇啦，用邊啲？像我年齡哈，要學劍術，要學打鼓。哦，有嘅咪係咧。唱樂器。其實唔會讓人哋用邊的意思，用邊的意思講，其實它算是一個很貴族的樂器。給意思講，哎，我們要有錢，要有閒，對，才有時間去學這麼棒的樂器。冇錯，冇錯。哦，沒關係，這位老師，我們今天否講評就好了。哎，然後你講有一個董事長哦，他是總裁，他也是60歲之後才去學薩克斯風。那請問一下，整台狗係哪一間公司的商櫃？哦，沒有，我退休了啦。啊，退休了，對。來看下是今天有得到紅包。好啊。這個有腹肌，大腹肌了。我不相信，快點，秀一下。哎呦，兩百個節目啊！來看下是今天有得到紅包。好啊，來看一下你亮啥？做得到幾多分數？請給分，老師。74分。謝謝。紅包拿出來。你看，嘿，你紅包2000塊，本太高，謝下子哦。係，按燈陣，我哋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好嗎？來，謝謝。
向来，幸福快乐心开扬，接他亲乡5年前，客家乡亲就万年同啊。送上鼓励，主持人好，小王子好，评审好，我们是代表新北市客属文化协会舞蹈班，在这边跟大家问好，大家好，大家好，请好，我唔係客家人，也唔過我係客家新球，我非常唔會講。請問一下，一個舞蹈班呢？成立多久了？大概有10年了。哇，10幾年了耶！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历史悠久，而且我们的成绩表现成绩都很优异。哦，我们到国外去，常常到国外去。我们7月份才到马来西亚做文化交流回来。哦，对，也算台湾之光哎。当然啦，是客家之光。大啦，客家之光。对，是冇人睇假呢。那會唔會攏係客家人係咪？嘿，嘿，好，一般以上都唔係客家人，啊，唔過會跳客家舞，係做客家舞誒。我要特別介紹，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阿婆級的。哦，對，像我們有小孫子，他的阿婆婆婆在這邊。阿婆你好。對。婆婆加油！哎呦，哎，懂夠追呢。我以後老的時候，我的孫女孫不知道會不會讓幫我加油？一定會的。阿婆加油！一定會的。阿婆加油！姐姐，這個舞蹈班還蠻適合你，中老年過後。就安尼群的田老師安尼挑兩下嚟做的。這個因為這個舞曲是陳忠義老師編曲的。可是老師有穿很長的安全褲，我沒有啊。他的安全褲這麼長，每一個人都有。老師你好活潑，不會啦，萬綠叢中一點紅，你也可以跳跳看啊。對，而且這個在公園跳舞的時候，有母那時間完全都唔一樣，啪啦啪，啪啦啪，對不對？我可以教我們的小甜心，真的嗎？因為這一首是類似 Samba 舞風，所以我們會選擇用甩裙，像你今天也是蓬裙嘛，哈，所以你的裙子是好來，前踏後踏，前踏後踏，然後再換手，再來一個前踏後踏，對，好來，預備，表情不用這樣，表情不用這樣5、6、7、8，前踏後踏，前踏，哦，好棒，來，我們再進階一下下哈。裙擺 1 and 2這樣就可以哈，那你的腳要用 Samba 的 1 an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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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換手 1 and 2 1 and 2。你欣賞我麥克風的動作很利落，好，然後再進階的，我們下一次再來參加鄉親同樂會，我再教你們。好，那下次我可以定做跟你們一樣的裙子嗎？可以，絕對免費贈送。真的假的？掌聲，掌聲！小王子，你要唱一次。海軍，老師是舞蹈老師，要讓老師講一下。不要猴急嘛。對嘛。來，當感謝你的藍老師，沒客家人哦，把這個舞都帶得這麼好。我本來想說7仙女，哎呦不對了，是8仙女。你看她走向國際了。下一次你來表演的時候，就有我在那裡面加入了。有老師9仙女進來了，來我哪敢跳？我就加入了。我們湊一打好了，湊一打。好，對，我們12仙。那舞蹈班的布都還有剩嘛？好，我們這些哈，有，加上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們穿着坐在那邊也很好看。小康老師也要一件。對。小康老師也要一件。哦，好精彩，好精彩啦！接下來看下，快得到滿分冇？是請給分。木頭團得到幾多嘅分數咧？14、15。哇，謝謝安子水。安子水，太棒了！恭喜！得到紅包2000塊。還要來嗎？
还要再来来好不好？好，好，我们下次来一定带来更棒的舞蹈，更期精彩。待。但是首先我们现在要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好的可以。Jump around, jump around, jump around, jump up and get down. Pack it up, pack it in, let me begin. It's KSI, yeah, here we go again. Taking with the flow, bustle like I'm Jin. Got the people saying, JJ, you're going in. The new jump man from the UK get. No wonder but I'll give you the 2K slang.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I told that UK slang. Listen, I don't understand you, but you ain't bad. Get the ad and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Get the count and get straight to the joint. And this ain't about making some points. I just wanna see the whole crowd making some noise. Every time when we go all in the club. Every time when we go bowling at the bar. All together when we jump and we go u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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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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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Jump when it's playing, jump on a plane, jump in a whip, jump on the stage, jump in a hotel, jump in a rave, jump in an outfit, jump in a rave. Get a bird's eye view, lose your mind till you get a what's IQ. High grind and high blue. It's not a problem if I haven't said the words I do. Get the ad and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Get a cab and get straight to the joint. And this ain't about making some coins. I just wanna see the whole crowd making some noise. Every time when we go all in the club. Every time when we go bowling at the mall. All together when we jump and we go u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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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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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Yeah, jump when it's playing, jump on a plane, jump in a whip, jump on the stage, jump in a hotel, jump in a rave, jump in an Aston, jump in a rave. Jump up and down, start in my speed. Jump up and down, start in my speed. Jump up and down, start in my speed. Your main girl looks like a side chick. My dreads lying wild like a rock star. Party turned up, we don't need a ball. I came a long way from my block star. Look at rock brain, feeling on a cop car. Off the car, crowd surf in the crowd. Everybody hands up, yell out. I'm a party animal, I took a bow. Me and Jeff, boys going down. Every time we go bowling in the club. Every time we go bowling at the mall. All together when we jump and we go u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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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Everybo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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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Yeah, when it's playing, jump on a plane, jump in a whip, jump on the stage, jump in a hotel, jump in a 哇，重赏鼓励。好帅哦！哎呦，每个都很帅，我每个都想问。哇，哇，好帅哦！那来小夫是？小夫是？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叫小夫。哎呦，我第一次访问人那么羞涩的。好唔得啦，你结婚了呀，爱啦。你有啊？刚刚那个地球的那个。对我有点脸红，其实。就是你把一颗球递给他，是代表喜欢的意思吗？就是好，等下下去要来，体验一下下去要来。刚刚怎么样？怎么样？那感觉怎么样？哇，我吃到惊的吼！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懂中医有 muscle 的，我喜欢有肌肉的男生。他穿这样子，你看得到他有 muscle 吗？怎么会看得到？你这样子就满足了。这个有腹肌，大腹肌了。我不相信。秀一快点，下，哪里？秀一下。你的衣服有，怎么说脱就脱？6块。脱掉，可以吗？可以秀吗？你有吗？这个很爱脱，这个很爱脱。来，爱脱。你不要一脱是整坨的哦。哇！哦！掉脱掉，换我们的队长来脱掉，耶！等一下，这个等一下，你 OK 吗？你干嘛这样说？你 OK 吗？可以啦。不要逼我。One two three。哎，这也有哎。也有一点。有呢。哎，那小夫是不是要？换你了。对，换他。换你了。哦哟哎呦，两个节目啊。那个肌肉是哎，依晴老师，快点，鱼就很响。换我们的队长 ，1 2
，1 2 3 go！ 哦耶！还有，干嘛？还没。我原本想要请小马来鉴定的。我帮你，你看啊，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海军。不好意思。No 哥，然后我截图啊，No 哥。没有，最近没有练，最近没有练。这个花式篮球街舞嘛，对不对？我们是花式街头篮球，因为我们会秀一些花招、花式，然后除了像刚刚那种纯表演，我们在街头篮球的斗牛中，就是篮球赛中也可以秀。那平常就你们4位吗？对，我们都搭档一起去斗牛这样。哦，都是同学。你怎么会想要组这个团，然后做这一套的表演？因为台湾没有人做，我第一个来试看看。哇，始祖啊！可以再去拍广告了。可以哦。是不是？当时也是你看到那个。对，一开始是看到国外的影片嘛，我那大概10几年前的。对，那时候还真的台湾没有人在玩啊，对，然后我就玩。不过近几年就开始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玩这个。是。那你有没有比较高难度的动作？刚刚那就很高难度了，刚刚拿那个铅笔的那个很难呢。你有没有试过3颗球？3颗有试过，但只能一下下。因为那个重量，对不对？很久之前试过。那个重量还有那个摩擦，其实是不太好转的。对。真的好棒。这个关键时刻，我就交给我们的小公主了。嘿，吃到除了身材后，因为这整个还要配合就是节奏。音乐的节拍是，所以整个表演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而且刚刚还有觉得高难度的动作，翻跟斗啊，就是往后翻，然后球还要顾着，多么简单，中场鼓励。谢谢。给 Q 啦，球是圆的，然后加上这个环境比较不熟悉，表演一定会有受限。对，我们知道。嘿呀。好了，接了宽这个花式街头篮球哈，可以得到多少的分数？老师来，老师请给分数。平安慢。14分，这位老师把一个灯不是你们2个在吵架吗？我没有取消，是他叫我快一点。哦，他说我就想说我要享受一下这暗灯的感觉啊。人家钟老师都没有在急了，你在急什么？真是，他都已经等到这个年纪那边，真是。没错。哎呦，今天欢迎你来表演，谢谢你们来，希望你们下次能够再来。谢谢。没问题。好。哎呦，很精彩呢！你看到的哈，又无腔用的哈，又本大家大开眼界了，对不对？很面目当当的，哎呀，真的好难睡的哦。赶紧拿天发大天发来报名的呢，向前同老毕咯。冇错，今天呢感谢3位评审先生，还有评审员嘅参赛者、表演者哦。哎呦，向前同老毕，太打来相比，我们下次见。再见咯，接报名哦。拿奖金，拿奖金。